Hello，各位九龍東嘅朋友、黃大仙嘅街坊啊，我哋東頭東尾叔伯兄弟大家好啊，歡迎翻到嚟啦，第三節啦，咁我哋就第一節就講咗啲全港性事務啊，同埋講咗隔離啊梳打埠啦，第二節就講咗啲我哋黃大仙區嘅社區事務啦，咁啊而家嚟到6月9號，而家咁啊嚟到中午嘅1點32分啦，我哋就講翻啲兩岸四地事情啦，我哋中華民國嘅國情啦，咁樣樣啦，學堅尼地嘅頻道啦，沈旭輝嘅頻道啦，即係佢哋有一個節目主持啊傅立賢啦，咁我琴日就聽咗一節啦，咁就係話香港人回國返台，咁啊翻台灣，其實要學下國情嘅咁樣嘅，但係有啲人又話串館長啦，就去大陸啦，咁去學第二啲國情啦，去大陸唔係罪，首先有樣嘢啦，就係我哋要大陸嚟講，我哋要將我哋嘅觀念，我哋嘅正確嘅觀念啦，告訴翻俾大陸人知道，亦都係我哋嘅責任。就入去大陸唔係罪嚟嘅，即係我哋要了解下嗰度係我哋嘅故國故土，以前係我哋中華民國嘅領導地方，即係我哋嘅喺中華民國嘅憲法。我哋都係香港、澳門、台澎金馬自由地區，同埋大陸以及外蒙古，以及呢個嘅烏蘇里江64里屯，咁啊都係仲有呢個嘅伊賴地方，仲有我哋嘅庫頁島、東三省，我哋嘅嗰個海參崴，都係我哋中華民國嘅地方。都係我哋嘅故國故土，點解我哋唔去得呢？咁樣係咯，即係我哋華人嘅血統，我哋可以自由出入噶嘛。即係如果你咁限制住偏安一隅呢個台澎金馬呢個小朝廷嘅話，你永遠係唔會壯大嘅。你嘅視野永遠係狹窄，你視野係永遠都係局限喺入邊。我哋唔睇下第啲地方，我哋要了解下先。係啦，我哋每個人作出一分嘅力量，去到啟迪民智、蘇醒人心，我哋用我哋嘅觀念，我哋用我哋正確嘅觀念去到讓我哋嘅苦難嘅同胞喺入邊嘅，更加我哋嘅要醒目少少，即係我哋要點樣去處理啊，面對啲事態啊，有啲咩要接觸啊，有啲咩要去正確去見一見嘅咁樣係啦。好啦，唔講呢個太遠，唔扯得太遠啦，9合1啦，出年啦，繼續嗰個我哋嗰個預測啦，9合1啦，出年嘅事情啦，距離2026年啦，中華民國115年嘅呢個9合1大選啦，仲有1年半嘅時間啦，仲有啦，全個寶島咧最多人口嘅地方咧就係新北市，新北市有乜嘢啊？就係幾乎咧全國台澎金馬咧每6個嘅選民就一個係新北嘅選民啦，咁樣，所以就係話係1/6嘅選民咁多嘅人數嘅。新北市啦，現任市長侯友宜啦，即將卸任啦，各界咧亦都係關注咧藍綠白啦三黨啦，究竟係會派出邊個嚟參選啦？目前啦，由台北市副市長嘅李四川啦，民調係最高嘅。不過有民眾接到民調電話咧，前民進黨嘅立法委員咧，郭正亮亦都係被擺上呢個新北市嘅市長嘅人選之一嘅。對此咧，郭正亮咧亦都係強調啦，我係侯友宜市長同埋黃國昌嘅好朋友，絕對不可能破壞佢哋嘅佈局嘅，但係咧呢個民調咧民意調查咧亦都會係放咗郭正亮就入去嘅，資深媒體人啦黃陽明啦，亦都係講咗啦，呢個嘅分析背後嘅真正用意啦咁樣。被問到民眾啦接到呢個民調電話啦，喺民意嘅機構將佢哋列為2026年嘅新北市市長嘅可能嘅人選之一咧，呢件事情咧根據民眾嘅接受被問到嘅問題啦，係會問到嘅人啦如果明年啦呢個嘅新北市嘅市長嘅候選人包括李四川。民進黨嘅立法委員蘇巧慧、民進黨嘅秘書長林右昌、新北市嘅現任副市長呢個嘅劉和賢之外，另外仲有一個無黨籍嘅叫做郭正亮咁樣，即係會問啲人會
點樣去答？會問啲我哋嘅新北市嘅市民佢係點樣答咧？咁啊，亦都有啲人咧，亦都係年輕啲啊，或者係有啲叫基層啲嘅，亦都會答咗3個字紅萬楷，係啦。咁啊，亦都係希望其實真正接到棒嘅就如果紅萬楷去到接棒嘅話咧，咁啊真係咁啊最好啦。咁啊亦都係好聽到都開心嘅。咁啊因為都係需要一個年輕有實力嘅人去到幫佢，相信咧亦都係。如果紅萬楷洪市長嘅話咧，亦都係會咁，亦都會阿眾亦都係有咁信心係得到新北市民眾黨台灣民眾黨嘅黨團嘅祝福嘅，咁亦都係可能黃國昌亦都係願意去到，因為大家都係立法委員啊嘛，咁啊亦都係願意係去到拔刀相助嘅，我都相信呢樣嘢嘅，咁啊但係亦都好啦，咁我哋嘅主要對手啦，蘇巧慧。咁阿眾亦都提及過啦，咁佢嘅爸爸蘇貞昌啦，立法院院長即係咪前行政院院長啦，咁啊亦都係呢個前行政院院長，佢嘅有3個堂妹妹，係啦，咁啊呢個蘇巧慧有三個堂姑姐，咁啊喺大陸嘅，咁嗰個蘇貞瑤。咁啊，同埋呢個嘅蘇貞林，同埋呢個嘅嗰個叫做唔記得咗啦，即係總之，即係都係喺東北3省，咁啊亦都係有一個係淨係中共入邊佢嘅黨國嘅管治機器，一個係仲要係政協嘅添，咁啊會唔會喺事前，即係台灣人點解唔去到針對呢啲問題去問咧？永遠係基層知道啲問題，點解一啲叫做一啲立委啊，唔去攻擊呢啲問題咧？你民進黨你口話抗中保台，但係你好似林創佐啦，好似即係而家近排又有沈柏維啦、沈柏陽啦，佢爸爸又係要賺人民幣嘅，咁你點搞咧？咁你點樣去處理咧？點解？喂！我係藍營嘅軍蘇巧慧啦，你會唔會同你嗰3位姑姐會唔會劃清界線先？首先一樣嘢就係話蘇貞林、蘇貞瑤係啦，仲有另外一位嘅係啦，咁啊仲有仲有好似仲有蘇貞孟，蘇貞孟就係喺即係佢蘇貞昌嘅堂細佬，亦都喺大陸開天然氣公司嘅，喺內蒙古咁樣咁啊。咁點解你哋台灣人哋保到？點解即係連民進黨啊，即係呢個台商啊，即係連喺台灣自己內部都揾唔到食啊，都要去大膽西進去大陸揾食。咁點搞咧？咁你係咪仲有好啦？咁啊，另外一位民進黨嘅即係前基隆市市長啊，呢個嘅林右昌啦。咁林右昌咧，咁啊呢個係佢即係我係即係佢。形象幾好嘅林右昌，咁但係佢無奈佢係有啲叫做黑金嘅政治，一啲基隆市以前暖區同埋呢個嘅嗰個叫做基隆市叫做唔係中正區，暖區同埋仁愛區之間啊嗰啲叫做民宅嗰條通道啊，嗰啲工程啊，繞過基隆市議會去到通過一啲嘅工程啊，批出一啲嘅即係用用呢個市政府批出啲撥款咁樣。我哋謝國良市長係調查緊嘅，咁啊會唔會追究當其時嘅市長咧？咁樣係點解點解有一啲嘅路面嘅工程，一啲公路上即係啲道路上嘅工程係要自己去到自己去審批咧？繞過議會咁要民主嚟做乜嘢啫？咁所以你林右昌你係要面對嘅喎，即係因為身為一個即係中意基隆愛護基隆嘅人眾啊嘛，所以就係呢啲事情好多眾上次即係去完台灣去翻完寶島翻嚟咁啊，亦都聽到好多嘅聲音係佢哋嗰啲街坊啊嗰啲鄰里係好反感嘅。你林右昌你未處理好呢件事情，你未講得出嘅真相咧，我諗新北市咧嘅市
市民就算喺隔離有啲由基隆市出嚟嘅話，都好難去到支持到你，係啦，即係冇僥倖嘅呢個世界。即係你從政最緊要啊！即係我哋中國國民黨個 KMP 就係講成日都講到幾句説話，升官發財請行別路，大佬即係貪生怕死莫走進來，就係、我哋就係咁簡單，即係一句説話。但係你哋即係民進黨又話清廉勤政愛鄉土，係咪真係清廉咧？大佬你哋會唔會中間會認識一啲叫做你林有昌，認識一啲叫做建築嘅商人？或者係去到一啲認識一啲叫做道路嘅工程嘅公司，咁你哋會唔會有啲叫做親綠嘅背景嘅？會唔會有啲叫做下欄錢啊？只會袋翻咧咁樣？呢、這個就不為即係大家唔知啦。好啦，咁啊第二啦，咁啊我哋 KMT 啦嘅主席嘅選舉啦，咁樣啦，咁啊喺中華民國114年度啦，咁啊我哋中國國民黨黨主席選舉啦，咁啊預計咧就會係本年度嘅9月會舉行嘅，咁啊將會選出呢個嘅中國國民黨第12任嘅主席啦，咁啊任期係又為期4年啦，咁啊呢個嘅選舉方式咧亦都係採用咗中國國民黨嘅黨員啦，咁啊直接平等無記名單記嘅方式啦，同埋呢個相對多數嘅投票制度啦，會去到做出呢個投票嘅咁樣，咁啊宣布參選中國國民黨主席嘅咧，咁咪有暫時就有孫建平啦，就現任嘅國民黨嘅中常委啦，咁啊亦都有2號嘅即係另外第2位就係卓伯源啦，咁啊前彰化縣嘅縣長啦，亦都佢係卓伯源，亦都係算係叫做現任嘅縣長黃惠美嘅恩師啦嚇，咁嗰個上次我去到參觀嘅嗰個叫陸港嘅運動場咧，係佢親自去監督嗰個工程同埋嗰啲設施保養嘅，咁亦都幾好嘅，咁佢亦都卓伯源亦都係好靈活咁同藍綠兩邊咧係希望大家係共贏嘅，大家係共創雙贏嘅，喺個縣政嗰個體系裏邊咧，喺佢嘅任內做呢個彰化縣嘅縣長任內咧。嗰個叫做全國台澎金馬22個縣市嘅旅遊嘅排名咧，都好犀利嘅，都名列係頭10名嘅，係第7名。全國係第7名，係最多遊客去嘅地方。佢有好多嘅海鮮食啦，好多嘅海鮮啊，有夜市啦，搞咗，亦都係園林啊、鹿港啊、彰化市中心啊，有好多唔同嘅地方能夠帶旺到個經濟嘅，亦都係嗰陣時亦都不論係咩總統年代啦，都係佢係都應記一功嘅，全國叫第7名都算係咁啊，大佬你彰化縣有冇機場？大佬你對外有冇即係對外嘅交通係得台鐵同埋呢個嘅叫做好似有高鐵啦，但係高鐵係到嗰個高鐵站係工業區嗰邊嘅，但係你落咗車之後仲要再轉車嘅。仲有呢個叫做跨縣市嘅巴士咁樣，都叫做佢都做到全國嘅第7名啦，都算係咁樣啦，第3位啦，張亞中啦，現任宣文學校嘅總校長啦，但係張亞中我覺得算罷啦，唔好浪費時間啦，唔好浪費生命啦，你而家喺進步思想嘅台澎金馬裏邊再講一啲國父嘅宏圖偉略咧，阿仲覺得係暫時不合時宜㗎啦，都唔希望大佬你講嗰套説話，即係等於你喺大陸舊中華民國嘅角度去到睇台澎金今時今日嘅台澎金馬，我哋係要希望一個叫做因時而制宜嘅人嘅真正嘅強勢嘅 KMT 嘅主席㗎嘛。潛在候選人啦，亦都有阿盧秀燕啦，現任嘅台中市市長啦，另外仲有我哋嘅蔣萬安啦，現任嘅台北市市長啦，但係蔣萬安咧亦都係講亦都係佢哋亦都係有默契講咗啦，盧秀燕同蔣萬安嘅關係係親同姐弟咁樣，但係如果姐姐要做嘢要辦事嘅話咧，弟弟咧係要幫手嘅咁啊，另外一位啦，阿朱立倫啦就佢講咗話交棒㗎啦，就唔會話再係候選人㗎啦咁樣，所以就話阿仲嘅睇法咧，阿仲係會
一個人係會支持我個人表態就係會支持阿媽媽市長阿盧秀燕嘅。咁佢係佈局咗即係全國，亦都係有一個國際嘅視野。親美友日和陸，佢全部做得到。佢同美國嘅盧秀燕市長同美國嘅關係，同西方嘅關係，布拉格市長啊，即係嗰啲歐洲啊唔同嘅嘅各大嘅城市、各大嘅國家嘅市長咧，亦都係去過台中訪問咁啊，亦都同盧秀燕市長係一個好好嘅嗱。即係唔好講邊個啦，台中啦，由胡志強啦，即係以前嘅市長啦，到林佳龍啦，林佳龍再到而家盧秀燕啦。我唔係話針對林佳龍咁但係做得台中市市長，因為佢冇一個叫做五刀啊六刀啦，冇一個連貫性啊。但係佢係做得係，佢就係佢有一個管理一個叫做國際嘅機場。台中市有個國際嘅機場，就叫清泉崗國際機場。咁所以就係話。同呢個海外唔同嘅西方嘅唔同嘅議會嘅議長啊，係打得好好嘅關係。咁盧秀燕㗎嘛，所以就係我會係支持盧秀燕。有日咁佢同日韓嘅關係亦都係好相當密切。喺佢擔任市長嘅呢段嘅期間，日本同埋韓國嘅旅客好多。所以就係話，連台鐵站啊、高鐵站啊，都見到有啲嘅指示牌有韓文，係有啲嘅指示牌咧，有啲佢嘅説明書啊，一啲叫做地圖啊，即係啲印刷品嘅，亦都有日文。即係所以佢就係話，同日韓啊，同我哋亞洲區泰國嘅關係咧，同係相當搞得係泰國啊、馬來西亞、星馬泰咁啊，大家都係even 仲有印尼都有幾個嘅。市長同埋一啲叫做佢哋嘅民意嘅代表，亦都係去前後有19個，就係阿盧秀燕市長呢個任內去拜訪過，嚟到台中去拜訪過咁啊，所以就係話可以叫做支持嘅咁啊，同埋親美友日和陸咁去同大陸嘅台商啊關懷，佢成日有關懷啊成日有一啲嘅例如春茗啊，一啲節慶嘅活動嘅時候，經常性都會接觸台商嘅，都會係關懷台商有啲咩需要幫手啊。市政府有咩可以商議幫到忙啊，係提出一啲主動係提出一啲關懷嘅心意去到關心對方嘅咁樣。咁所以就係話希望就媽媽市長啦，盧秀燕啦咁啊，成為我哋第2任嘅女性嘅主席啦咁樣咁啊帶領我哋就繼續叫做話走得更遠，係啦，咁啊最尾就希望就最尾就可以就成功走入去海達格蘭大道，咁啊叫做成功入主總統府㗎嘛，將我哋國家更加發光發亮，咁啊藍綠白我哋叫做政通人和，咁啊希望就係最緊要都係講2個字民主 check and balance， 我哋講個制度，大家係要用言語去到說服對方，之餘。美國式嘅民主，有啲人係都係要以人民為依歸嘅，唔係話你唔啱我意見我就話你係親共，我就係話你係親中咁樣嘅，唔係咁嘅。有啲人可以為就算同一個黨嘅都可以倒戈嘅，倒戈就似佢作出嘅政策幾錯誤都好，都係倒戈嘅咁樣。咁啊希望啦，咁啊暫時講到呢度啦，兩岸四地嘅事務咁啊祝福盧秀燕市長啦咁樣，咁啊我哋下一次會再翻嚟咁啊再了解下啦，咁啊都要聽聽咁啊一路睇住嗰個隨途後繼，睇住個兩岸四地嘅事態嘅發展係啦，咁啊多謝各位，咁我哋下一次再翻嚟，咁我哋希望各位繼續留言、點讚、訂閱同埋分享我哋嘅眾樂會嘅頻道，多謝各位。